15. 如是我闻一时佛自社会国基书记高道远，那时有一比丘来至佛所，稽首佛足，却住一面，白佛言：现在世尊，今当为我列说法要。我闻法义，当独一静处，受不放逸。受不放逸义，当复思维。所以善男子出家，剃度施法，信得法义，信家回家出家，为究竟无上梵庭，现法作证，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那时世尊告彼比丘：现在，现在。比丘却说此言：云当为我列说法要。我闻法义，独一静处，受不放逸，乃至自知不受后有。如是说也。比丘白佛：如是世尊。佛告比丘：谛听，谛听。善思念智，当为你说。比丘若随属事者，即随事事；若随事者，为处所縛。比丘若不随属事，即不随事事；不随事事者，即以处解脱。比丘白佛：第一世尊，第一先生。佛告比丘：你云何于我列说法中讲解其义呢？比丘白佛言：世尊，色随事事，色随事事，随事事随事事者，即为处所縛。如是受想行识，随事事随事事，随事事随事事者，为处所縛。世尊，若色不随事事，不随事事，不随事事，不随事事者，即以处解脱。如是受想行识，不随事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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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者，即以处解脱。如是世尊，列说法中讲解其义。佛告比丘：现在，现在。比丘以我列说法中讲解其义，所以者何？色随事事，随事事，随事事，随事事者，即为处所缚。如是受想行识，随事事随事事，随事事随事事者，即为处所缚。比丘色不随事事，不随事事，不随事事，不随事事者，即以处解脱。如是受想行识，不随事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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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者，即以处解脱。是比丘闻佛所说，心大欢喜，礼佛礼体，独在静处，精勤修习，自不放逸。精勤修习，
自不放逸意，思维。所以善男子出家，剃度施法，心着法义，信家回家出家，乃至自地不受后有。是彼 BQ 即成罗汉，心得解脱。16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社会国基数其高堂，那时有一比丘来自佛所，所问如上差别者，随属事随属事者，即正住所。若不随属事不随属事者，即不正住所。佛告比丘：你云何以我立说法中讲解其义呢？是彼比丘白佛言：世尊，若是随属事随属事，随属事随属事者，即正住所。如是受想行识，随属事随属事，随属事随属事者，即正住所。世尊，若是不随属事不随属事，不随属事不随属事者，即不正住所。如是受想行识，不随属事不随属事，不随属事不随属事者，即不正住所。如是世尊，我以立说法中讲解其义，如是乃至得阿罗汉，心得解脱。17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社会国基数其高堂，有二比丘从坐起，偏袒右肩，合掌白佛言：现在世尊为我立说法要，我闻法义，当独一静处，专精思维，自不放逸。所以善男子出家，剃度施法，心重法福，信家回家出家，学道为究竟无上梵行，现发心最净。我生已尽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地不受后有。那时世尊告彼比丘：现在，你作是说，世尊为我立说法要，我以立说法中讲解其义，当独一静处，专精思维，自不放逸，乃至自地不受后有。你如是说意啊？比丘白佛：如是世尊。佛告比丘：谛听，先思念之，当为你说。比丘，非你所用之法，宜速断除。断彼法者，以义饶益，终夜安乐。是彼比丘白佛言：第一世尊，第一先生。佛告比丘：云何以我立说法中讲解其义？比丘白佛言：世尊，色非我所用，宜速断除。受想行识，非我所用，宜速断除。以义饶益，终夜安乐。是故世尊，我以世尊立说法中讲解其义。佛言：现在，比丘，你以我立说法中讲解其义，
所以者何？色者非你所用，而属断除。如是受想行识，非你所用，而属断除。断除以义饶益，中夜安乐。是比丘闻佛所说，心大欢喜，礼佛礼悌，独一静处，精勤修习，自不放逸。精勤修习，自不放逸矣。是为所以善男子出家，剃度施法，心重法义，正信回家出家，乃至自地不受后有。是彼比丘成阿罗汉，心得解脱。18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社会国基数及孤独园。呢时有一比丘从坐起，偏袒右肩，为佛作礼，却自一面礼白佛言：现在世尊，为我列说法要，我闻法义，当独一静处，专精思维，不放逸住，乃至自地不受后有。不过比丘，现在，你作如是说，世尊，为我列说法要，我闻法义，当独一静处，专精思维，不放逸住，乃至自地不受后有呀。是彼比丘白佛言：如是世尊，复果比丘谛听，善思念智，当为你说。若非你所用，亦非伊人所用，此法依属断除，依属独断，断彼法义，以饶益，中夜安乐。是彼比丘白佛言：第一世尊，第一先生。复果比丘云何于我列说法中讲解其义？比丘白佛言：世尊，色非我，非我所用，亦非伊人所用。是法依属独断，断彼法义，以义饶益，中夜安乐。如是受想行识，非我所用，亦非伊人所用。依属独断，断彼法义，以义饶益，中夜安乐。是故我于如来列说法中讲解其义。复果比丘，现在，你云何于我列说法中讲解其义呢？所以者何？比丘，色非我，非我所用，亦非有人所用。是法依属独断，断彼法义，以义饶益，中夜安乐。如是受想行识，非我所用，亦非伊人所用。是法依属独断，断彼法义，以义饶益，中夜安乐。是彼比丘闻佛所说，心大欢喜，礼佛礼悌，独一静处，精勤修习，不放逸住，乃至自地不受后有。是彼比丘心得解脱，得阿罗汉。19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社会国基数及孤独园。呢时有一比丘从坐起，为佛作礼，礼白佛言：
世尊为我列说法要，我闻法义，当独一静处，专精思维，不放逸住。不放逸住以思维，所以善男子正信家回家出家，乃至自地不受后有。你是世尊故彼比丘，现在，你今作是说，现在世尊为我列说法要，我闻法义，当独一静处，专精思维，不放逸住，乃至自地不受后有呀。比丘白佛言：如是世尊。复告比丘：谛听，善思念之。当为你说，比丘极所说法依俗独断，断彼法义，以义饶益，中夜安乐。是彼比丘白佛言：第一世尊，第一先世。复告比丘：你云何以我列说法中讲解其义？比丘白佛言：世尊，实是极所说法，是极所说法依俗独断，断彼法义，以义饶益，中夜安乐。如是受想行识，极所说法，是极所说法依俗独断，断彼法义，以义饶益，中夜安乐。是故我以世尊列说法要，讲解其义。复告比丘：现在，你以我列说法中讲解其义，所以者何？实是极所说法，此法依俗独断，断彼法义，以义饶益，中夜安乐。如是受想行识，是极所说法，此法依俗独断，断彼法义，以义饶益，中夜安乐。是彼比丘闻佛所说，心大欢喜，礼佛礼体，独一静处，专精思维，不放逸住，乃至心得解脱，得阿罗汉。20亦如是说。一，如是我闻一时，佛住社会国基书记高度远。那时有义比丘从坐起，为佛作礼，礼白佛言：世尊，为我列说法要，我闻法义，当独一静处，专精思维，不放逸住。不放逸住以思维，所以善男子正信回家出家，乃至自地不受后有。你是世尊告彼比丘：现在，你今作是说，现在世尊为我列说法要，我闻法义，当独一静处，专精思维，不放逸住，乃至自地不受后有呀。比丘白佛言：如是世尊。复告比丘：谛听，善思念之。当为你说，比丘动摇时，即为魔所縛；若不动者，即解脱破损。比丘白佛言：第一世尊，第一先世。复告比丘：你云何以我列说法中讲解其义？比丘白佛言：世尊，识动摇时，即为魔所縛；若不动者，即解脱破损。如是受想行识动摇时，即为魔所縛；
若不当者，即解脱普顺。是故我以世尊列说法中讲解其义。复故比丘现在现在，你以我列说法中讲解其义，所以者何？若识动摇时，即为无所白；若不动者，即解脱普顺。如是受想行识动摇时，即为无所白；若不动者，即解脱普顺，乃至自地不受后有，心得解脱，成阿罗汉。22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社会国基书记高堂，呢时有比丘名劫婆来至佛所，挑面礼足，却住一面，白佛言：如世尊说，比丘心得解脱。比丘心得成解脱，世尊，云何比丘心得成解脱？呢时世尊告吉婆曰：现在现在，令闻如来心成解脱。现在吉婆谛听谛听，先思念之，当为你说。吉婆当观知诸所有识，欲过去，欲未来，欲现在，欲内欲外，欲粗欲细，欲好欲歹，欲远欲近，彼一切色界无常，正观无常义，色爱即度，色爱度义，心成解脱。如是观受想行识，欲过去，欲未来，欲现在，欲内欲外，欲粗欲细，欲好欲歹，欲远欲近，彼一切色界无常，正观无常义，色爱即度，色爱度义，我说心成解脱。吉婆，如是比丘心成解脱者，如来说明心成解脱，所以者何？爱欲断过，爱欲断者，如来说明心成解脱。是吉婆比丘闻佛所说，心大欢喜，礼佛礼体。呢时吉婆比丘受佛教义，独一静处，专精思维，不放逸住，乃至自地不受后有，心成解脱，成阿罗汉。23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伽蓝陀德园，呢时尊者罗诃罗往至佛所，挑面礼足，却住一面，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知云何见？我处色心及外境界一切相，宁宁无有我。我所见，我慢殊色着。复故罗诃罗，现在现在，令闻如来云何知云何见？我处色心及外境界一切相，宁无有我。我所见，我慢殊色着也。罗诃罗白佛言：如是世尊。复故罗诃罗，现在现在，谛听谛听，先思念之，当为你说。罗诃罗当观欲所有诸色，欲过去，欲未来，欲现在，欲内欲外，
欲粗欲细，欲好欲歹，欲远欲近，比一切世界非我，不异我，不常在。如是平等非正观，如是受想行识，欲过去，欲未来，欲现在，欲内欲外，欲粗欲细，欲好欲歹，欲远欲近，比一切非我，不异我，不常在。如是平等非如是观，如是罗诃罗。比丘如是如，如是知，如是见，如是知，如是见者，依处色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无有我，我所见，我慢思识着。罗诃罗，比丘若如是依处色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无有我，我所见，我慢思识着者，比丘是名断爱欲，转去诸结，证无间定，究竟可边。是罗诃罗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24. 如是我闻一时，佛住王舍城伽蓝陀德园。那时世尊告罗诃罗，比丘云何知，云何见？我处色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无有我，我所见，我慢思识着。罗诃罗白佛言：世尊为法主，为道，为福，现在。世尊当为诸比丘演说此义，诸比丘将佛闻已，当受持奉行。佛告罗诃罗：谛听，谛听，善思念智，当为你说。罗诃罗白佛为然受教。佛告罗诃罗：当观诸所有色，欲过去，欲未来，欲现在，欲内欲外，欲粗欲细，欲好欲歹，欲远欲近，彼一切非我，不异我，不常在。如是平等非如是观，如是受想行识，欲过去，欲未来，欲现在，欲内欲外，欲粗欲细，欲好欲歹，欲远欲近，彼一切非我，不异我，不常在。如是平等非如是观，比丘如是知，如是见。我处色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无有我，我所见，我慢思识着。罗诃罗，比丘如是色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无有我，我所见，我慢思识着者，超越疑心，远离诸相，寂静解脱，是名比丘断除爱欲，转去诸结，证无间定，究竟可边。是罗诃罗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是证诸所，非我非彼，结识动摇，劫破所门，亦罗诃罗所问离经。如是25。如是我闻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樹祇孤獨園。時有一比丘來至佛所，為佛作禮，卻住一面。白佛言：如世尊說道門，云何為道門？佛告比丘：現在，現在。如你今問我道門義也。
比丘别分为然世尊，复告比丘谛听善事，当为你说，比丘当知，若闻色是生厌利欲灭尽即正法，是名道门。如是闻受想行识，是生厌利欲灭尽即正法，是名道门比丘，是名如来所说道门。是彼比丘闻佛所说，踊跃欢喜，做礼离去。26. 如是我闻一时，佛住社会国基书记高堂。那时有一比丘来至佛所，头面礼足，却住一面，白佛言：如世尊所说法事，分何名为法事？复告比丘：现在，你已经欲知如来所说法事义呀！比丘白佛：为然世尊。复告比丘谛听善事，当为你说。复告比丘：若以色说是生厌利欲灭尽即正法者，是名法事。若以受想行识，说是生厌利欲灭尽即正法者，是名法事。是名如来所说法事。是彼比丘闻佛所说，踊跃欢喜，做礼离去。27. 如是我闻一时，佛住社会国基书记高堂。那时有一比丘来至佛所，头面做礼，却住一面，白佛言：如世尊说法，此法相分何法？此法相？复告比丘：现在，你已经欲知法此法相呀！复比丘白佛：为然世尊。复告比丘谛听善事，当为你说。比丘以色向厌利欲灭尽，是名法此法相。如是受想行识，以色向厌利欲灭尽，是名法此法相。是比丘闻佛所说，踊跃欢喜，做礼离去。28. 如是我闻一时，佛住社会国基书记高堂。那时有一比丘来至佛所，头面礼足，却住一面，白佛言：世尊，如世尊所说，得见法涅盘，分何比丘得见法涅盘？复告比丘：现在，你已经欲知见法涅盘呀！比丘白佛：为然世尊。复告比丘谛听善事，当为你说。复告比丘：以色生厌利欲灭尽，不起自劳，心净解脱，是名比丘见法涅盘。如是受想行识，以色生厌利欲灭尽，不起自劳，心净解脱，是名比丘见法涅盘。是彼比丘闻佛所说，踊跃欢喜，做礼离去。29. 如是我闻一时，佛住社会国基书记高堂。那时有一比丘名三密利提来至佛所，头面礼足，却住一面，白佛言：如世尊说法事，分何名为说法事？复告比丘：
逆金玉帝说法书义也。比丘白佛威廉世尊，复告比丘谛听善事，当为利说。若比丘以食说言，利欲灭尽，是名说法事。如是以受想行识，以食说言，利欲灭尽，是名说法事。是彼比丘闻佛所说，荣耀欢喜，最乐离去。多闻善说法，向法及涅盘。三密利提闻，分合说法事。30。如是我闻，一时佛住少为城伽蓝陀德园。那时尊者舍利弗在祇舍窟山中，时由中者著名苏罗那，日日游行到祇舍窟山。至尊者舍利弗问讯其机意，却坐一面，语舍利弗言：欲诸沙门婆罗门，以无常识变异，不安稳识言，我性我定我力，何故沙门婆罗门作如是想？你不见真实咧。欲沙门婆罗门以无常变异，不安稳受想行识而言，我性我定我力，何故沙门婆罗门作如是想？你不见真实咧。欲沙门婆罗门以无常识不安稳识变异言，我性我定我力，何所忌？你不见真实。以无常变异不安稳受想行识言，我性我定我力，何所忌？你不见真实。苏罗那，以利益分合，识为常，为无常也。答言：无常。苏罗那，若无常，为是苦也。答言：是苦。苏罗那，若无常苦是变异法，意义分合。圣地主以中见识是我，亦我，常在乎？答言：好也。苏罗那，意义分合，受想行识为常，为无常咧。答言：无常。若无常是苦也。答言：是苦。苏罗那，识若无常苦是变异法，意义分合。圣地主以中见识是我，疑我，常在乎？答言：好也。苏罗那，当知识若过去，若未来，若现在，若内，若外，若粗，若细，若好，若歹，若远，若近，彼一切识，毋是我，不亦我，不常在，是名如是知。如是受想行识，若过去，若未来，若现在，若内，若外，若粗，若细，若好，若歹，若远，若近，彼一切识，毋是我，不亦我，不常在，是名如是知。苏罗那，如是以识受想行识生厌利欲解脱，解脱知见，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受有。是舍利弗，
说是敬意，中家主苏罗那远庭离故，得发眼睛，是中家主苏罗那见法得法，不由于他，以正法中得无所谓，将济起平坦又坚，富贵合掌。被舍利弗言：我今已到，我将今日归佛、归法、归正，为优婆塞。我今日已尽寿命，清净皈依三宝，是中家主苏罗那闻舍利弗所说，欢喜踊跃，最类离去。31。如是我闻一时，佛住王舍城，迦兰图德园。那时尊者舍利弗在祇舍窟山，是由中家主名苏罗那日日游行到祇舍窟山，指舍利弗所礼面头面礼足，却坐一面。是舍利弗为苏罗那欲沙门婆罗门以色不如实地，色即不如实地，色灭不如实地，色灭道即不如实地故。苏罗那当知此沙门婆罗门不堪能断色。如是沙门婆罗门以受想行识，不如实地，色即不如实地，色灭不如实地，色灭道即不如实地故，不堪能断色。苏罗那欲沙门婆罗门以色如实地，色即如实地，色灭如实地，色灭道即如实地故。苏罗那当知此沙门婆罗门堪能断色。如是苏罗那欲沙门婆罗门以受想行识如实地，色即如实地，色灭如实地，色灭道即如实地故。苏罗那当知此沙门婆罗门堪能断色。苏罗那以混合色为常为无常也。答言：无常。又问：欲无常者是苦也？答言：是苦。舍利弗言：欲色无常苦者是变异法。圣地主能于中见色是我，亦我常在后。答言：好也。苏罗那如是受想行识为常，为无常也。答言：无常。又问：欲无常者是苦也？答言：是苦。又问：欲无常苦者是变异法。圣地主能于中见色是我，亦我常在后。答曰：好也。苏罗那当知色欲过去，欲未来，欲现在，欲内欲外，欲粗欲细，欲好欲歹，欲远欲近，以一切色不是我，不应我，不常在，是名如实地。苏罗那圣地主以色生厌离欲解脱，解脱生老病死忧悲苦恼。如是受想行识，欲过去，欲未来，欲现在，欲内欲外，欲粗欲细，欲好欲歹，欲远欲近，彼一切色不是我，不应我，不常在，是名如实地。苏罗那圣地主以色生厌离欲解脱，解脱生老病死忧悲苦恼。是苏罗那闻舍利弗所说，欢喜踊跃，
做礼依去。32，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，伽蓝陀德园。那时尊者舍利弗在祇舍窟山，时有中者主名苏罗那，日日游行到祇舍窟山，至舍利弗所，头面礼足，却坐一面。时舍利弗故苏罗那欲沙门婆罗门以色不知，不如是知；色即不如是知；色灭不如是知；色味不如是知；色幻不如是知；色离不如是知故，不堪能超越色。欲沙门婆罗门以受想行识，不如是知；色即不如是知；色灭不如是知；色味不如是知；色幻不如是知；色离不如是知故，此沙门婆罗门不堪能超越色。欲沙门婆罗门以色、色即、色灭、色味、色幻、色离如是知，此沙门婆罗门堪能超越色。欲沙门婆罗门以受想行识，色即、色灭、色味、色幻、色离如是知，此沙门婆罗门堪能超越色。苏罗那，以理义分合，色为常为无常也。答言：无常。无常者为苦也。答言：是苦。苏罗那，欲色无常，苦是变异法。圣地主以中能有是我，亦我常在后。答言：好也。苏罗那，以理义分合，如是受想行识为常为无常呢？答言：无常。欲无常者是苦也。答言：是苦。苏罗那，欲无常，苦是变异法。圣地主以中能有是我，而我常在后。答言：好也。苏罗那，当知色欲过去，欲未来，欲现在，欲内欲外，欲粗欲细，欲好欲歹，欲远欲近，一切色毋是我，不异我，不常在，是名如是知。苏罗那，受想行识，欲过去，欲未来，欲现在，欲内欲外，欲粗欲细，欲好欲歹，欲远欲近，一切色不是我，不异我，不常在，是名如是知。苏罗那，圣地主以此我受因正观非我，非我所，如是正观，是诸世间无所摄受，无摄受者，即无所得；无所得者，自得涅槃。我生以尽，梵行以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时中者主苏罗那闻圣舍利弗所说，欢喜踊跃，做礼离去。